陽爸爸，起身返工啊！記唔記得你約咗我夠鐘要出太陽，用太陽能幫香港迪士尼發電啊！慢啲，慢啲。多謝你啊，因為你太陽爸爸先會出嚟咋。我知道太陽爸爸都有幫迪士尼手用太陽能板發電，我想知多啲啊。識啲嘢喎你。香港迪士尼仲有好多地方都用太陽能發電㗎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哇！有好多反光嘅，可以照多個靚樣，在太陽下發電就唔會有污染咁簡單。搞笑咩你？等我叫機電署代表嚟講下。小朋友，呢啲係太陽能板，係用太陽能嚟發電㗎。唔同煤或者石油嘅呢啲化石燃料發電會污染環境。太陽能係可再生能源，用嚟發電係唔會有空氣污染。香港特區政府喺2021年10月公布咗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》，其中一個減碳策略就係淨零發電。你見到呢個小小世界天台裝咗幾多太陽能板？太陽能發電係唔會污染環境，用嚟守護我哋呢個世界嘅。香港迪士尼仲有好多地方有太陽能發電㗎，準備 Let it go！我哋去全球首個同最大型嘅魔雪奇緣世界睇下。哇！你咁搞我個髮型會好亂㗎。咦？呢度咪就係 Elsa 同 Anna 嘅阿德爾王國，又話有太陽能板都見唔到。開始對太陽能發電有啲興趣咯喎，太好啦！等我叫我老友香港迪士尼代表話你知，啲太陽能板其實收咗去邊啦。慢啲，慢啲，歡迎大家嚟到魔雪奇緣世界。其實喺大家見唔到嘅天台位置，我哋都安裝咗太陽能板㗎。講開又講，其實成個香港迪士尼有47個位置，包括樂園同埋酒店都裝咗太陽能板。所以當大家一路嚟玩遊樂設施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喺背後都默默咁推動太陽能發電，為環保出一分力。而預計去到2025年底，香港迪士尼嘅60個地方將會有超過8300塊太陽能板，而太陽爸爸發嘅電足夠1200個三人家庭1年嘅用電量，高效得嚟，亦真係好環保㗎。除咗我哋遊樂設施嘅天台後邊安裝嘅太陽能板，其實我哋員工停車場都有一個太陽能停車場上蓋項目㗎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你哋見到呢度啲停車場車位嚟緊會裝好400塊雙面太陽能板，除咗可以為80架車遮陰之外，我哋都可以做到太陽能發電，地下反射陽光都得㗎。預計呢個停車場每年可以產生20萬度電，呢度亦都係全香港第一個同埋最大型嘅太陽能停車場上蓋，亦係迪士尼 Disney Planet Possible 計劃嘅一部分。全球迪士尼一齊積極推動環保。魔法師你就唔啱啦，講到太陽能板又點少得我屋宇署代表啊？裝設太陽能板咁環保，我哋屋宇署梗係歡迎啦。如果係環境及生態局政策支持嘅項目，喺地面停車場或者現有非住宅大廈天台停車場裝設唔超過3米高嘅太陽能光伏系統，只要符合有關規定，我哋會俾全數嘅總樓面面積豁免㗎。處理審批有關圖則嘅時間，仲由現時60日縮到30日添。今次精簡流程係希望鼓勵無論私人定係企業都可以發展太陽能發電。講環保，我哋政府梗係最支持啦。原來香港迪士尼咁支持用太陽能板發電，唔怪得啲太陽爸爸成日都對住個城堡笑啦。哇，好靚啊！我好鍾意啊，太陽爸爸，多謝你啊！